后面不一年，我无简单，伊阁是直入注入老师做信用来这网站内底刻意编辑，啊是一年英性的一年就比咱旁边无这就无简单，总有背后有一个大力的推手，那也是尊重娱乐。来，咱请老师讲哈。因为关台湾文学的珍贵啊，较有出席我的老师，我是尽量表现我上好的台语，后面互你失望啊。今仔日我要探讨的是张富林版本间的差异，原版甲第三版的写作元素的分析比较。其实探讨这篇文就是一开始是因为真济论文当中，有种济研究者是用言语书的华语译版来做研究。不过，阮咧研究的时阵有发现，伫原版甲第三版之间，原版有种济重要的内容拢互伊删掉，第三版有种济，因为伊是原版是亲属甲夫妇两个合起来的，伊是上下册分别出版，不过第三版是浓缩版，所以第三版有真济重要的情节拢互伊删改掉，所以阮的这篇论文就是咧翻译找出因两个版本的无共款的所在，希望会当互后来对当夫人阁有较深入研究的会当互你有较好的研究的材料来研究。阮的内容就是第一是咧了解是即马这篇日文的作家伫台湾文学界有啥物是安怎互人认为？第二就是阮的重点是台语译版甲华语译版的分析。本文第一步的部分作为分析，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黄译版的版后的内容是毋是会影响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以及后来人对张夫人的看法，透过英译版甲黄译版的翻译来探讨，就是讲伊对写作思维有啥物的无同。英译版就是老师林俊尧先生伊的台语的译版，伊的完整的内容即马伫网络上拢会看到。黄译版就是引用言语书即马华语的译本。因为另外一个问题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发现，日本有真济伊使用直接的翻译，将日文的汉语直接借用当做华语，造成伊的意思会无清楚。这个敢会对因的当夫人的小说有啥物影响？另外佫一个，日本将内地拢变做日本，本岛拢变做台湾，西方拢变做原住民，国语拢变做日本。这个翻译敢会对当夫人的想法上有啥物的改变？因为我惊时间无够，所以这部分我就是跳过。主要就是讲当夫人伫台湾文学的重要性，因为叶石涛伊的有伫当夫人将日本的前人讲着，伊感觉日本时代伫台湾的日本人的作家作品，嘛是属于台湾文学的一个范畴。不过，无受到真济台湾人的重视。伊感觉无论是对一个时代，伊感觉日本人写嘛好，台湾人写嘛好，只要是迄个时代上，会来咱代表一个时代性。这是阮的论文的重点，就是因日本甲华日本的差异。这个咱看着这段看人家出来是，这全部拢是原版有的，黄译版内底无，就是即摆你若看到华语版的内底拢是无这内容，全部拢互庄之总伊删掉，因为黄译版是因赴第三版印翻译，所以这毋是翻译者的问题，这是庄之总伊迄当时第三版的时阵就甲这个内容统统删除。所以我分做主题咧，就是日本人迄统台湾人，这物件伫原版是有出现第一句是出生伫各界亲戚毋捌体验过即款handling的方式。其实伊是用伊的
以为伫个无共款的，咱因为日本的所在是较大，台湾是较弱，伊安尼表示就是讲台湾甲日本人因伫个先天的条件上就是无共款的。另外一个是即个做咱的行程对安厝来讲，暗时阵啊，甲单亲无结婚生活的太结交，伊感觉真苦难哦。因为头拄仔讲嘛，第三版就是因为捌无这句话，因为伊若是出现这句话，对当时日本时代的迄阵来讲，伊就看出反映着日本的人统治伫台湾一开始就是真顺势，所以第三版的时阵。阮着庄子总理，因为迄当时可能是1944年是战争的末期，所以对因的规个日本的政府来统治来讲，这是对因有伤害，所以伊可能嘛有烦恼因出版的问题，所以就把这句话来用掉。另外，就是安祖伫单家的照顾，我听安祖是规个单夫里面的主角，有一个就是讲。安祖是一个亲人甲怀念的大厝咧，当时才会当做再会，想起来真伤心。这款的软脚心情是啥物？伊第三版时阵，这项我是拢无看到。其实阮咧看，因为讲安祖正式离婚了后，因日本就是原版有点出安祖来思想的心情。若是看有啥物第三版的时阵会无去，应该是因为当时出版的时间已经讲过是1944年战争在咧进行，安祖考虑着，安祖来到台湾已经是暗示日本军队的，然后就是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假使若是日本行作品内底要求日本人的软脚对整体的日本人是无啥物帮助的，而这种的考虑之下就家己消失。另外是一个上尾一段，伊的福建话语无完全是原来的梦想，新闻感觉咱亲像平常时的讲袂出的心思，敢若就是一个大胆甲伊坦白表出来。这因为伫华语版我会当看到安祖的平常一号。庄子总的塑造是一个真完美的，叫什么女神安尼，伊无啥物缺点，一直包容单家的人。毋过，你若去看原版的时阵，你会当看到，其实安祖毋是像华语版的讲的这么的完美，所以会当看到，对这段会当看到安祖认为单家厝内的人是无知、固执，而且无认真意。对咧，对家己的安全嘛有真侪不安，所以会看出，因为安祖伊迄当时是因为到退了后，这个产褥病嘛，精神的状况无真好，伊经用潜意识的方式，伊心中的话全部都甲讲出来，会当看出讲，安祖的形象是真正像迄女神安尼较完美，对单家人完全拢无啥物对大家人完全拢会接受。看第二句，新闻安怎互加州的人去反感讨厌，甚至会使讲是扣分的事实，应该伊本身拢无去注意着。新闻记者的身份真特别的是，伊是台湾人，毋过伊嘛是受到日本教育影响高级的知识分子，伊的行为就是伊将影响日本。新闻甲出来人的互动，有一款时阵会当反射出台湾人对在新闻台的反感，所以透过日本的这段会当看到，因这段就是咧讲因咧分家产的时阵，新闻甲因兜的讲话。另外，这段讲的是，其实这段我想要讲的就是，对这我拢会当知影，因为日本内底就是看伊版伊对新闻的形象的无好，伊全部拢无讲着，这拢是伫原版头看到的。那你若看到这是会当看出新闻的伊的形象，其实毋是像原版讲的较边啊无特色，其实伊是嘛有优秀的，伊嘛有无好的，不过伊华语版的时阵全部拢互伊消除掉。所以你若要看新闻的形象，会当对原版来看个较强烈。第四是
新闻甲安厝的互动。看上尾一句，咱会第一个上祝福的囡仔，我时时刻刻期待囡仔来像爸爸。其实我拢知安厝是一个日本人，新闻是台湾人。不过其实对囡仔对华语版来看，袂当看出讲。安厝甲新闻的对话，咱好似安厝毋是完全讲我一定爱做一个日本的囡仔，我伊嘛感觉像爸爸是一个台湾人，嘛是袂歹的。第五是新闻甲外界因素的互动，因为新闻迄当时出国旅游时间，伊接受着社会的注意非常。转来台湾的时阵。这当时是1920是拄好是伊小说的背景，拄好是社会主义的烧热气，当然受到日本政府的注意。所以若是讲，你若伫第三版的时阵，就是华语版有出现这种社会主义的议题，是对规个政府伊是无可能会当允许讲有太强烈的。伊出现伫小说的内底，所以可能庄子总伊迄当时咧参加伊的小说的时阵，就甲这个部分甲伊用掉。第六就是内在的失眠的问题。我拢知影头拄讲过，安厝毋是汉尔啊包容规个单界啦，而且伫华语版会当看到讲，就是讲亲门甲安厝的感情是。好，其实你看到上尾一段，你就会当看到，伊感觉因两个幸福就无说安尼就容易消失。伊当时1944年的环境的背景之下，总是总伊无法度像即段保留，因为你若是保留，就是对日本的政府是一个考验，讲因为安厝伊的背后代表就是一个日本人，你若讲日本人感觉我甲台湾人结合亲像就是一个国际可能随时会消失，安尼对其实是无好的。第七是新闻甲媒体，其实这会当看出台湾的文化就是传达的正义，因为是无天候的关系，我袂当全部做出来。伊原版有真济有关的细节拢有讲到正义啊，是啥物第三版拢全部拢无听。阮今仔选伊拢一个互大家来参考的。第八是台湾的风俗的习惯，因为就是我拢知影台湾有白卡的风俗，而且会当看到，当时安厝看到伊白卡时阵，镜头啊向内湾，敢若像大舞啊，这是看到安厝看到这白卡的时阵，伊会感觉呢。另外，佫有一个。伊感觉有在台湾有诶像迄道士，就是安厝伊看到时阵，伊就有伫原版就出现这段话，伊感觉为虾米这个民族会遐尔啊宣化是到底是啥物原因？这拢是安厝伊会感觉，毋过全部伫华语版拢无看到。然后就是头拄讲诶原住民，伊就是宽的问题，伫原版的时阵，专制总伊嘛有写着宽的问题，所以第三版的时阵就甲这个物件全部拢用足侪拢用，佫有地主甲农民，伊嘛有讲着农民的代志，所以相共伫原版有，伫第三版拢无。另外一个是重要，因为因最近在真难较伊咧翻译的时阵，伊感觉瑞地本的日本人、台湾人，其实总是同伊咧翻译的时阵，这几个名词伊拢有互相咧交织。毋过，林老师感觉讲，就是古人使用之下会产生文化霸权，和人民无形中去接受这种实质的观念，所以感觉会当就是无一定爱停留在，应该是爱互瑞地本岛的使用甲上帝，下个国民的主体的意识。另外就是看这个问题较看着。有一个在过年的时阵，伫华语版的讲丈夫不在家，其实去看日文的原版是身体状况无好，这是华语版出现的最多的。这只是举例啊，比如家
单他第一款，伊就原本是单家两下字，就是讲周主语就是个这五行其实是有性符，这个就是可能是华语版在翻译的时阵，伊就用直译法，无直接把汉语摕过来翻译成华语啊。其实阮上下结论是，就是希望陈富林的资料，互大家看，让互大家看到上完整的陈富林啊。无论是对一种版本，伊拢有伊的特色，不过重要就是上重要上完整的陈富林，会当互大家看就好，就谢谢。甲主持这个林教授共款，台湾嘛是足感心的少年这个硕士班的学生，拄爱开始咧读册，无建议只来写出新篇论文，我感觉这方面真好的这个基础继续发展文科含量，我感觉真好的研究的这个开始而且伊当然对这个做这个中西中医的这个节目这个单位伊做一寡介绍，重点我也是咧做一个比较所以而且学老话我就安尼讲时间较多，我学老了时我时间都无啦，所以学老话就歹讲即就讲有一寡物件自家是要是修正是可能会更较水是安尼而且几点我讲一下第一点就是讲你咧讲这第几版的时阵安尼听安尼就来回归我感觉是安尼啦，伊本来是原版甲合刊的是原版，安尼两种物件。伊的第一版就是原本嘛，编辑甲业绩也是一个单位嘛所以原版是原本而且开始无做一个真清楚的年代的介绍，结果是伊的论述的过程内面才讲，就只咧讲迄是这到迄个修订版的是1944伊注解的时阵写讲迄个原版是1945，就是讲伊查四档这查四档有这大变化这中间有做一寡说明不过这个说明呢，对我感觉一个敢若讲有了不安的所在就是讲啥，伊即个咧说明的伊一直讲英联版甲即个叫做联版我感觉听到可能嘛个对规是台语版台语版甲即个啥物个，甲即个华语版就调去文官版，安尼就清楚的安尼他会讲我叫什么讲法，伊咧比较即个台语版甲华语版，实际上你个电视听是实际上是咧讲伊原版甲合刊修订版的无共款。伊是咧讲这两个译本的无共款，伊这两个译本伊对照就是迄个原来一本的原版甲迄个合刊版的这个无，伊真正有咧比较讲这两个译本的无共款的所在，这个是后壁比如讲迄翻译的的时阵，这个是不是咧用关注的，还是咧用翻这个名本土还是台湾等等这种，迄个是比较。这是佢讲，伊咧比较讲两个版本，两个译本比如讲儒家上贵他咧讲这什么，这个什么，丈夫无伫咧这个意思我讲来用，但丈夫去拄着小牛正的意思这真趣味所以这个所在这是真正有比较这是跟咱译本的比较剩咧应该是讲迄个原版甲伊的修订版中间的无共款。迄个伊讲拢就有道理但是这个所在就是讲要安怎去要调的时候，我感觉这不行起来好，即摆进一步就是讲伊拄则咧讲的迄个做比较这个翻译上这个华语版亦都无啥拄好，这当然是叫掠着这个丈夫无伫的这种叫掠着这当然足清楚就对了，就迄个但是呢咱进一步就讲两个是会共款的，共款的台语较水，还是华语较水，这个进一步比较的时阵这个足歹的对啦无你就敢若起一点的感觉这讲不老师跌个当然我看我老师各位所在这个所在就是我来感觉讲你较主观，就是讲感觉你老师拢较好这个在写论文有当时就是爱一个较迄个叫客观的一个写法
安尼就牵涉到着问题啊，迄嘛是因为迄是老师迄个，所以老师的意见吼，讲唔当去甲反对安尼吼。我看我看了有，伊是咧讲本岛甲迄个做本地啦吼，还是即个做环境甲即个做关注的即个关系。当然迄个准用兄伊的考虑就是讲，你若透过即个本咧进入即个销售的世界，用贵业名，敢咱当时咧无注意到第二个话题安尼啦吼。但是毋过我感觉讲吼，这是有一个年代吼，比如讲这已经是差不多一假期进行的物件。咱来用一假期以后的一个观念来看这个时候，虽然我一个观念上你讲安尼较袂误导，但是我另外一个观念，起码是一种历史的误导啦。我感觉你无客观来解释，这个时阵根本就无拢关注你这个名吼。所以我感觉这个所在，咱会使用一个解决的方式。你原来用原来的名去甲换袂要紧，但是你甲做一个注解，吼，你若感觉注解一摆是无够的时候，浪费，比如讲，这种注解行人佫袂去，佫加两三佫较简单，较啰嗦是出来，但是提醒人讲伊原本是啥物，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无共款的一些跟代志的所在。安尼，咱我着保持文学伊原来一个想法，佫来讲保持即个文献或者是历史原始的一种真相的即个所在，我是感觉安尼是可能会较好势吼。用我迄个做用我就是讲我迄个伊拄则咧关于讲即个茶叶迄个问题，是我拄则咧去讲我感觉讲伊也有真久有附的日本的原文来比较以外剩咧拢是甲讲关咧比如讲迄个华语时代来看，迄第一道咧原来是怎样安尼写，你无甲做出来。无做出来是有当时就会敢若讲较毋知要安怎去评断就对啦吼。敢若你伫迄个重要迄个讨论内底，迄个文本拢有来引用出来，逐个看就清楚吼。迄个讲这我就去拍倒转去，毋是拍倒转来倒转来讲原来伊袂为这个本啦吼。拄则咧讲迄个画菜机的这个部分，就是讲伊个引用的文字伤少。所以伊家己一直讲一寡观念，可能咱无啥有法度去看到讲实际上的即个原来挂在机的，伊个不管家庭的冲突诚侪台湾也真太多在你的看法安那即个小说当初是至少我阿公阿嬷的故事啦即个作者小字的家族是基督徒，阮兜嘛是基督徒，就是安尼来熟悉，就是共教会毋过。这个小说写了20%才是真实的，80%拢是假，大部分拢是甲真实的变做假的来写所以阮阿公阿嬷收到这个小说了非常欢乐啦，有寡淡薄受气啦毋过我是基督徒啦，伊无讲真受气啦小可受气毋过这个小说写着讲，这个我阿嬷。用迄个疼心来化解这个真侪大人大家族的风波，这是真正这个小说写真侪迄个代志，比如讲，我阿公穿台湾衫去日本人的礼拜日跳日本人画出来，这完全颠倒是非我不想的啦嘛写讲，阮兜用破屎咱台湾人到定定咧讲破屎，有啦真少啦所以伊用真侪真歹的代志来写佫写讲我阿嬷甲我阿祖生前久引起风波迄个代志，阮兜有请道士来演这道士起码阮基督徒哪有请道士来演毋知老师遮你对伊用遮的收集遮侪资料这个数字来用一个无共的角度、倒变的角度来写这个小说你的看法就是安那好，其实这是小说啦迄个这是赖永祥教授指导我写的所以伊的认定是讲，阿妈定来问伊啦讲你是毋是带这个故事内底啥？伊讲这是作者分己，这个有台湾人去日本留学分我转来台湾。这个开始做兴趣来写这个小说你要比较有心比较这小说就是小说啦所以我是感觉讲，伫学术上
我对发展这一群，迄个偌英雄张罗宁，伊嘛拢有参与啦吼，伊就感觉讲，这是足好的小说，大家较关注吼，我想安尼补充。